听讲伫迄个上界接近天顶的所在，有一座规年透冬拢是蒙雾的小鬼屋。部落的人拢唔敢随便挖进，因为遐是神圣的祖灵住的所在。但是头目的查某囝别人，伊唔惊，伊有一双沉静的目睭，充满着坚定。有一日，为着挽药草，伊家己一个行入去这片青山林内，伫蒙雾中，伊看着平静的湖水中，竟然慢慢啊浮出一滴神秘的水魂。